叶也用来包槟榔的叶白，推动产量增多。古种花运青是台湾青州种牛叶白为首，因为牛叶单单是由包槟榔能用的多，故所也价格本人认为讲会害人速度口强硬。深山蛮多牛叶嘅运青乡西凤村村民为速度打破安尼嘅负面影响，囤牛叶拿来做菜，研发出的牛叶卵、牛叶下工也得料理，甚至有牛叶冰淇淋。因为还用牛叶故乡来做主题，融入沙琪元素，囤味上挖个芒叶酱来美化沙琪，希望本牛叶新形象，囤牛叶产业来转型。贵州的菜总开是用青香、西凤沙琪妈妈用心做出来的料理。我本人更难想象的是，一道菜总开却有用到牛叶。我们那个老叶哈，要那个果汁机哈，加酱、加咖的哈，盐少许哈，盐少许哈，那个酱油要适量哦，不能倒太多哦。因为这样它才有颜色，然后再搅一搅，搅一搅了以后，然后这个蛋一粒一粒放下去。拿起牛叶卵是得改调，牛叶卵之外，还有用烧酒下改良做的牛叶虾，也是老叶来搅汁的哦，用那个，然后再浸一下，等一下就可以煮一下，用滚水煮一下，用盐巴就好了，就可以吃了，这样就入味了啦，因为它这有浸过了啦。囤姜片、辣椒、蒜头别高，加倍调味高的牛叶汁煮到滚，再个囤下工冰到锅的地步煮到熟，磨一下的牛叶虾就做好诶。这里是老叶切丝，然后放一些糖，少许糖，少许盐，哦，还有少许那胡椒粉，哦，还有那个起司粉，这样就可以炸了，炸老叶酥了，这样很好吃哦，也不会苦苦的，很香。整个进瓦布，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了。温好款的牛叶丝，接到油锅底杯炸，炸到外层酥酥脆脆，看起来甜甜，又做得起锅嘅，也出菜系炸牛叶。牛叶唔单止做得做菜，还做得变做饼。这个冰淇淋哈，也是用老叶汁下去搅的，然后再买那个牛奶，哦，用那个机器进去搅一搅，那个特殊的机器嘛，做冰的机器嘛，搅一搅就变成这样了。评论槟榔车的牛叶，以此本人吞口强硬，画上等号。西凤村民推出牛叶福米串，类想要改变一般人对牛叶的刻板印象。你这个东西，因为早期的话只是都在包槟榔嘛，那我们认为说，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就用在槟榔？因为槟榔给人感觉都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老叶，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去做一个改变？那后来我们就在试着说，来把老叶入菜，结果做出来的结果还不错，大家的反应都还不错。这里是很好入菜的，我们试过才可以上时候，大家可以试吃看看，这个味道很香啊。我有牛叶福米串，其实係來自去年台中省非有農村計劃進駐沙琪嘅中型大學學生嘅，一旦發現東南亞國家會囤牛葉做菜，建議沙琪做定研究有地方特色嘅料理，學生嘅每天熟悉太淡嘅滋潤嚟做看咯。
我们有试做就是茶叶蛋，然后有炸老叶，可是我们老叶是一整片去炸，然后就很糟，然后又把它裹肉，然后去烤，然后就是又把它放在什么，就是去外面，然后就拿几片老叶，然后去外面给那什么葱油饼的老板，叫他帮我们加进去，然后还有做什么，就是很多，然后就是都还蛮失败，可是我们有挑几个比较 OK 的，然后有拿来给社区他们吃。中华永庆乡其实係台灣農業嘅發源地，咩台灣三大產地之一，所以個經濟作物嘅農業，做得講係永慶鄉最重要嘅經濟產業。韓國係做農事為主嘅西豐村民落實輕重要嘅農作物。老葉啊發源地吼，就是佇鹽田啦，鹽田全省啦吼，老葉啊市場嘛是在鹽田才有市場，即個價格啥吼，就是咱鹽田市場啲店啊，啊落來台東迄邊面啊吼，就是咱這人歸台東，啊北老再歸台東鎮。尤其在我们四方村呢，就种了差不多有60公顷左右，在我们几个附近的村庄呢，总共种了差不多有200公顷左右的这种老叶，啊，所以老叶对我们永靖乡呢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经济产业。老叶这个陈酒从先人大陆移民过来就是开始种的，像我的那个祖先就说200-300年了，200-300年就是一直种，这个老叶就是我们村里面100%靠这个老叶为生，老叶为生，因为先人留下来的，因为长久就是靠老叶为生。西豐村總共有200人戶人家，人口數漸漸嘅13人，係一個好落後嘅社莊頭。村民的信用中心馮志強都喊強風論上山過往。这个里都是全部都福佬客，都是大陆过来的，先人都是从那个广东饶平一般圣公饶平过来的，全部都是也是奉祀那个三国王以前渐渐汉化渐渐汉化这个那个福佬客的那个客家话就比较不会讲的，就是比较汉化，就讲台语，就是这样。对，全部我们村里面100%全部都是福佬客。听遐老辈伫讲，咱遮都是客人，莫讲啥，阮的祖仔就广东省饶平县迄边面嘛是客人咧。过来遮了，父母较济的时阵变成父母人去安尼啦。客话这客人的时阵怎消失掉去安尼。雖然語言消失了，不過老祖公對中國帶過來種嘅農業仍然持續生長。嗰些樹摘下一批又一批嘅農業，農業農嘅數字因為長期執農業，本農業真嚴到糊糊嘅。因為這樣手指比較不會黑掉了。有沒有看到這個？這個用起來這樣手指就不會黑了。為什麼會黑？這樣比較好看。為什麼會黑黑的？它這個有那個枝啊，這個枝一拔下來，新鮮的是白色的，等久了它就變黑色了。變黑色，手都會黑黑的哈。這個都是老葉蓮了。我們採整年這樣採，它那個汁都已經滲進去了。之前就是爸爸阿公手也都是這樣。對啊，媽媽也是啊。媽媽也是。啊，現在老婆也是啊。好，快走。安尼長期累積的分享，三亞變作為大學生喺春度舉辦父親節發動嘅長期設計。一旦安排正同阿爸細數，用來感謝阿爸做事安辛苦，嚟傾減起三期見面嘅感情。因为他们有去观察，然后看到这边老叶的人，他手都很脏，就是黑黑的，不是脏，是因为那个有老叶汁，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们来办一个活动，又是爸爸节，然后请自己的小孩子来帮自己的父母亲来洗手，我本身也帮我爸爸洗手，我爸爸几岁了，我洗手下去，我自己都觉得那种
一种莫名的那种感动出来，这样子。牛业一年四季都有好价，也被摘下来就做得卖钱。当天人也很牛业有钱数，青岛村民凡事就开始听说摘牛业，告诉本青岛人对牛业是又爱又恨。小时候是会恨，现在因为是靠他生活，也因为他让我养孩子啊，成家立业啊，所以我对他真的是又爱又恨。现在应该不会恨了，因为他是我的衣食父母。不过牛业太热生意的家事所长太马，生意最大已經搶30人的元，太熱最高是賣得到已經800人的元。台东1000多块，但是永靖就比较便宜了。永靖去年我最好卖到860。老叶的它经济价值也是蛮高的，在去年的话，每台斤的价格呢是800多块钱，今年价格比较稍微低一点呢，也有达到每台斤呢到目前是300多块钱，所以对整个这种农村的农民的收益呢是占了非常高的比例。对全球摘下来的牛业，还是要經過整理，能做得較多總盤上的數項。嗰所睇西豐村度，不是做得看到家家戶戶的富人家，親無限體貼牛業的情形。有沒有什麼訣竅？訣竅？沒有吧？看個人的手法，手腳。我們娘家在那個羅厝就沒有這個老葉啊，嫁給他才過來學呀。同村民親有關係的牛業生業，也變作係西豐村做社區營造的重點之一。比從採飛無田標係發上親有在地特色的牛業園。我們從環境來做一個開始，那我就看到說，我們這些牆蠻多可以來畫我們地方的特色。我們這邊是老葉的故鄉，所以我就想到說，把我們的老葉把它畫進去。所以我一直提到說，我們的用在地的特色，所以就把老葉入進。中興大學嘅學生每大輪社區嘅聲音睇非常好，用牛業故鄉做主題，拿油漆自由創作，畫上各種色彩，美化社區。我們這個畫主題是老葉，因為四方村是以種老葉為主。那我們就想說，就是畫個老葉的形狀，然後當做是這個地方的特色。我就想說，跟社區小朋友一起玩，然後這邊剛好這邊牆都是小白色，然後因為他們其他的牆都是請外面的人來畫，那我們想說有一些地方可以社區的小朋友自己畫，對，然後就請大家一起來畫這個牆，然後大部分都是以老葉形狀為底圖，這樣，然後讓大家去畫想畫的圖案。比較有趣，還有就是那個爸爸媽媽會寫說，我家店啊，像那個什麼好吃的掛包在這個裡這個呀，還有賣檳榔的啊，什麼柑仔店的都有，比較有趣的。然後可是後來就是參加人太踴躍了，然後就變成他們就自由創作。大學生用多年的駐村法統行銷牛業，為西豐村帶來嘅法律同創意，甚至提升了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在我們農村裡面呢，一些像比如講一些資料啦什麼的，因為比較沒有專業的人士，因為現在人口都外移嘛，所以說他們進來之後會把一些老年人的觀念改變。你改變之後，你相對的你鄉下的一些比較年輕的要把社區做起來才有辦法。有很大的那種期許，就是說要把它做一個改變。改變什麼呢？改變就是說讓社區的居民大家能夠一起來參與，那讓社區的凝聚力能夠提升。那社區就是說比較等於說大家人跟人相處，不只說只有說我見面之後打個招呼啦，會覺得說會覺得說讓這個以這個社區為榮。
喺永清四峰村流传百年嘅传统农作，育大嘅世世代代嘅子孙，也四峰村民推动农业产业转型，還發現嘅經濟之外嘅文化價值，為重新打造農業嘅新形象。